哎，你出来了，啊！退！多喊呢？呀，多，啊，多，嘿，感谢算，来牛们出来，来牛出来了，多，你也报告来，多，嘿，赶来嘞，掉，好多个，还得哎的皮了嘛，后皮，多喂。哎，那咱们就哪里？我老忙着呢，俺老去了，我要中国都跑来了，就老跑了。现在跑出去，我老呢，我叫你喏。后来我家回来，没事，没来嘛叫你，喏。不要把看好。哎，哎好。把这些皮包去吧，啊，来，到盖，到下去浪，喂，这个呢？哎。后来经过后来把皮了，哎，干了，我要弄钱了，下来，你可都点干了，点干了，俺说我看了呀，就让关键大院开来，弄不掉呢，就我们大步叫着朋友一批来，叫我们大步，两个肉米，不能空就这样个偏呀嘛啦。还忙带上这去看，俺肉米，我们录起来表来不？啊，突然嘛屁股摔，对，嘿，干了不？到去来到盖里，哈，快要，快点一上了，好，快要，哈。啊。